站长，您这么着急找我，有什么重要的事情？有情报说，来了2个76号的人，这2个人是怎么回事？哦，这2个人是金井武夫找来的，现在和我们住在一起。那你知不知道他们来干什么吗？是不是要参与和谈呢？这2个人名义上是来协助和谈的，但真实目的也不难揣测。汪精卫现在是被千夫所指，被所有人骂作是汉奸，而他又无时无刻不在想把蒋公拉下水，接受日本人的和谈。到那个时候，他汪精卫的曲线救国也就顺理成章了。只不过，汪精卫在期盼和谈的同时，也在担心自己的位置。他怕万一日本人为了妥协重庆政府而出卖他，到那个时候，对于南京政府来讲，那就是一场灭顶之灾。明白了。看来76号是来窃取和谈底线的。你这个情报非常的重要，辛苦你了。辛苦倒谈不上，不过，站长您刚才认为我的情报有价值，那可否允许我跟重庆方面见上一面？咱们俩不都说好了吗？只要你拿到双方和谈的底线，我就会马上安排你见重庆政府。不过你应该清楚，以你自己的身份，多一个人知道，就会多一份危险。好吧，既然站长都这么说了，那我就服从您的安排。不过我希望您能和重庆方面先接触一下，那最起码让局座知道有我这个人的存在。好吧，我答应你，这件事我会尽快去办。不，我希望站长您现在就着手去办。看来你还是不信任我。信任是相互的。走。据沈耀庭的说法，汪精卫的人是跟着金井而来的。他们抓了吴安娜，无非就是想把我引出来和我谈，试探我的底。先生，要不要和他们联系？跟汪精卫的人有什么好谈的？天无二日，国无二君。汪精卫这个匹夫也敢和总裁争辉，不谈。那我就去干掉他们。不，他们抓了吴安娜，一定是背着金井干的。那我就去把吴小姐救出来。不是救，而是杀。杀？为什么？他被76号的人抓了。76号的人一定会从他嘴里得到些什么事情，而以他的聪明才智，也会从76号人那里知道，我一直以来和金井武夫所谈的，并不是贸易，而是和谈。所以说，他必须死。明白。那我尽快查清吴安娜在哪儿。不，用不着你动手，有人会把她送过来的。
听他话的意思，安娜同志有危险。太过分了，怎么能这样对待一个如此美丽的姑娘？吴小姐，我来救你出去。原来你跟他们是一伙的。你误会我了，我很想拉吴小姐一把，只是要看吴小姐是否上路。什么样才叫上路？你一定很清楚，穆氏兄妹是76号的人。76号来香港是帮助我们和谈的，按说他们没有道理这样对待吴小姐，除非吴小姐在和谈的事情上做了什么手脚。这样好不好？趁我还有兴趣听你讲，把你所知道的一切都告诉我，我一定可以保证吴小姐的安全。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曾先生一直让我从中联络，并没有跟我说过什么和谈的事。只差一点，我就要相信你刚才说的话了。或许吴小姐刚才的表演不够完美，没有关系，我猜一定会有人来救你的。这个人一直在配合吴小姐，他非常关心你的安全。不过，他来救你需要一个前提，那就是他得知道，此刻吴小姐正身处险境。我想，我可以以另外一种方式来帮助吴小姐。你要干什么？你多虑了，我是想帮吴小姐给关心你的人带个话。
这么多礼物，都是大家的心意。一路上辛苦了，先好好休息一下。嗯，你快去忙吧。给，那我先走了。请进。信太郎，冈崎君也在啊。小泽，有事吗？信太郎，今天大家给我们送了很多礼物，可是我觉得很奇怪，穆先生和穆小姐给我送了一对耳环，可这对耳环好像不是新的，是有人戴过的。那下一次我再约你的时候，希望你不要拒绝我。只要有时间的话。哦，可能是有人搞错了，不过我还是得去谢谢穆先生他们。不早了，快回去睡吧。好。啊，冈崎君，那我出去一下，回来咱们接着下。韦请君，穆先生，晚上好。晚上好，请进。来，请坐。啊，别客气。我来是想告诉您，您送给我们的礼物，我已经收到了，十分感谢。不值钱的东西，太客气了。千里送鹅毛，礼轻情意重。
只不过穆先生的大礼，我有些愧不敢当啊。太客气了，太客气了，来喝茶啊！不用了。韦景君，刚七进。穆先生，这么晚打扰您，是因为刚才我看到韦景君进来，我就跟着找来了。啊，不碍事，不碍事。魏景君，刚才我们可说好了一块下棋，你为什么不遵守时间呢？还是你找穆先生有事情要谈？我找穆先生也没什么重要的事情。那就好，那我们就抓紧时间下棋吧。穆先生，告辞。请。告辞。走。那对耳环是安娜的，这点你很熟悉，而我也并不陌生。看来你不但耳朵灵，眼睛也很毒。你说的一点都没错，我们军统的训练，自然要比你们共产党高明很多。其实你没有必要这么惊讶，我们早就知道双方的底细，大家直白点不好吗？再好不过。穆西良那对兄妹，看来的确是抓了安娜，但是你不应该那么急着去找他们。我们现在更应该做的，就是赶紧想办法，如何把安娜给营救出来。我们？对呀，我们。为什么要帮我？我帮的不是你，是安娜，而这是我和她之间的事情。穆西良那对耳环，名义上是送给小泽的，实则他是冲着我来的。我猜他已经知道了我的身份，之所以没有告发我，而采取考虑的时间。我们这算是化敌为友了吗？我从来都没有排斥过你们共产党，而且冲着我们多年的友谊，我对你从来都是另眼相看。只不过你杀了我的老师毛森，而他又是我唯一的上级，所以我才产生了报复的心理。那你相信我说的话了？毛森投靠了汪伪。是，而且我从穆西良口中也听到了这些。你从什么时候开始愿意相信敌人的话了？没有啊，我从来不会相信敌人的话，我只相信我从敌人那儿得到的情报。不过我要感谢你，感谢你那及时的一枪，让他只背上了一个汉奸之名，
而没有做对不起国家的事情。也只有这样，才能让他在我心里显得不那么龌龊。孝子养父之美，不养父。牧师兄妹要出门了，是不是前面就算有龙潭虎穴，你也会往里钻呢？咱们不是一直活在龙潭虎穴里吗？待会儿这样，出门后我们分开，在梅子林口集合，那是牧师兄妹出去的必经之路。好。怎么样？有人跟踪吗？没有。对于藤原忠四，你一定要多加小心。咱们俩都要小心。金井武夫排查了几次内奸，咱们俩都没有暴露。他现在一心都在同计划上，已经不会怀疑情报四课还有内奸。倒是这个藤原忠四，贼心未死。特别是这次回来，表面上唯唯诺诺，实际上城府极深。我觉得他比原来更危险。他们来了。少佐，时间已经过了这么久了，他们还是没有出现。放心吧，内奸一定会来，只不过要从这样一个院子里把人救出来。内奸不会傻到直接去敲门的，你只管盯紧了。嗨。
里面应该有不少人。看来76号在香港建立了组织。穆主任，电话打过来。按照您的吩咐，半个小时之前我就把地址告诉他们了。好，那我们就在这里等着那位曾先生。好，这边请。你说一个大夫不好好的在诊所里给人看病，干嘛非来趟这趟浑水？国家病了，比人病了更可怕。曾平的架势，倒很像是来谈判的。我猜这箱子里装的一定是和金井大佐和谈的备忘录。看来穆氏兄妹是想要知道和谈的内容，以便搞清楚是否对南京政府有利。既然从大佐那里无法了解，就只能抓吴安娜，从曾平这儿下手了。少佐，那可不能让他们两个知道备忘录的内容。你认为曾平会拿真的备忘录来和穆氏兄妹交易吗？曾平还不至于为吴安娜这么做。如果这个内奸就藏在某处，此刻就是他出手救人的最好时机。阁下不像曾平曾先生啊。彼此彼此，阁下也不像个渔夫嘛。在下姓穆，阁下怎么称呼啊？曾平。好好，那就暂且称你为曾先生吧。我要见吴经理。东西带来了吗？快走！我们要不要跟出去？不要动。别急。追！如果想保住整个大局，你必须先保住那个诊所大夫。安娜那边交给我。好，完成任务后，常借西街口见。记住，千万不能在那兄妹俩面前暴露了。
那你呢？我要去找韦景。韦景，他在哪儿？他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。该知道的我都知道了，不该知道的我也都很清楚。那你一定要小心。我知道，反正见过我的人都死了，只要不被那兄妹俩给看到，我就是安全的。走吧。好。刚其归右。我们现在为什么不直接把他给抓了？你有十足的把握把他给制住吗？铁证在我手里，他现在肯定是毫无防备，自以为无事的回到驻地。到时候，他就是插翅，也难飞了。追！快走！快！老陈！别管我，快走！快走！老陈！老陈！走！安娜，快上车！你是怎么逃出来的？是冈崎圭佑救了我，天亮和他在一起。他们两个联手了？他们是怎么知道你被关在这儿的呢？昨天藤原拿走了我的一对耳环，他们肯定是看到我的耳环，知道我很危险，所以才跟过来的。你看到金岩同志了吗？没有啊。不对，这肯定是敌人的一个圈套。天亮和冈崎圭佑都会有暴露的危险。安娜，你先自己回书店，我去找金岩同志。我跟你一起去。你不能去，我是一张新面孔，没有人认识，行动方便。听我的命令，快！
让一下。这是够乱的呀！结半天啊！庄口军，你们这是干什么？藤原少佐，韦景军去干什么了？少佐，我需要所有的一举一动都向您汇报吗？我没有跟你开玩笑。冈崎圭佑已被证实是内奸。 任何与他接触频繁的人都有必要接受检查。你今天见到他了吗？我早上在院子里见过他一次，不过我没有发现他有什么特别的地方，跟平常一样。雪枯萎，且只是
碎，梦魇是压倒凄美的天边，奄奄的惊雷，可以化在徐徐枯萎，且只是滋味。换一处见人开出玫瑰，一处见人开出玫瑰。苟利国家生死以，岂因祸福避去之？你们共产党的女战士都是这样慷慨的吗？我见过余秋霞，她真的很英勇，很坚定。眼下咱们的组织遭到了重创，老陈牺牲了，安娜已经暴露，你的身份随时可能被76号捅破。这个时候，你把她带到这儿来。